根據要收納嘅物品嚟設計儲物櫃。首先就係呢個收納力十足嘅玄關櫃。我對玄關嘅規劃就唔止係鞋櫃咁簡單啦，所以我哋嘅玄關有換鞋燈、加全身鏡、加鞋櫃，仲有行李箱同帽嘅存放區，又係雜物存放區，兼鎖匙、充電寶等零碎小物嘅收納區，更係出門佩戴嘅首飾、髮飾收納區。因為係訂做櫃，所以功能齊全。為咗提高儲物嘅靈活性，所以做咗比較多嘅活動層板同埋無底板設計。咁樣入住之後，我哋可以隨時根據自己嘅需求調整櫃內嘅佈局，實用性就會高好多。仲有呢一個超多人問嘅廚房，一深一淺兩組高櫃，我係點樣設計出嚟呢？因為我呢個廚房特別細，諗住多多利用收納空間。除咗呢啲要通風晾乾嘅嘢，喺星盤旁邊做咗開放式收納，其他嘢我係可以收入櫃就收埋。廚房面積始終太細，就只可以向高空發展啦。所以呢一深一淺嘅兩組高櫃就特別多儲物空間，廚具油鹽醬醋，不常用嘅調味料、電器、鍋具、蒸焗爐、電飯煲、米箱、餐具、烤盤、烤架、零碎雜物通通放得落。第三個就係呢一款可移動嘅餐邊櫃，仲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。